今年2010年呢是单于先生的100周年的诞辰，所以2021的一次呢，应该讲平台搿个类语中篇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应该讲是第一档。那让上个世纪的20年代，天津豫场特别日，知人心追叫追破雨，今年松山气宇轩昂。你的太太叫费玉，文静而漂亮，比追破雨也年轻20岁，你都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周平，今年28岁；一个叫周聪，今年17岁；一个东吴大学已经毕业；一个为了读中学。大儿子周平不是费玉所生，小儿子周聪但是费玉的亲生。我有2个小奴，小人斯文，真是为人见人爱。这个一家4口，如果拍一张合家欢，照片的上头可以写这样一句闲话：最有谋、最有实际的家庭。中篇平台类语，伊是列举拿单于先生牛志里向的一种精神，牛志里对人物的一种解读、刻画，尤其是单于先生辣类语的序里向所写上的这个一系列人物，你心目当中类语的一些人物。第一回书我们是有一段是闪回，其实我们书台上这个也是从来没有的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新的尝试，就是周平跟樊姨2个人回忆以前3年之前怎么会去越雷池，怎么会2人会水乳交融走到了一起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因为话剧里面有一把弹扇是他们的道具，但是我们呢，在这把弹扇上呢，就做了很大的文章。我们就安排这把弹扇是周平送给樊姨的，而在这把弹扇上，那个樊姨作画，周平填词，他们的合作的一把弹扇，所以樊姨是非常喜欢的，一直手不离扇的。最近我感到你有点不一样，好几次都在回避我。做你的翻译啊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难为不懂。我也跳出这个是非圈，当然我也想过大难翻译跳出这个牢笼，但是我追兵，我离开只追破有这个3个字，我受伤，我没经济，不事业，我大多数为让寸步难行，所以我对牙使特子服从，为是服从，我来让回避。最近我一直没有见你，我想你很明白。我明白，平坐。哦不，我很好。做你的讲闲话辰光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不想是无来。你坐吧。哎，坐下来的当口，好像一个不当心，这把手指啪的在地上。夏医生，一口没把手指砰塞起来，对手面朗向一口，唰，都是个张面孔，长得羞羞红。其实这个一把手指是寓意的下去的，你的反应，反应看得清清爽爽。平，这把扇子你不会忘吧？难会得忘记，因为我和你之间的头情，随时从这把手指浪向开始。3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回到天津，特为买子一把投手送给你作为见面礼。我当时记得还辣盖只客厅，我记得你身浪向还是扎个件红绿颜色的旗袍。接下来拿把投手打接过去，望准胸口头一跃，对准自我微微一笑，漂亮啊，漂
漂亮的了三股像一幅雨雾啊！这个一把豆手是90个手面像我的饼，我顶顶欢喜里的是一把手面手，留不那一个空间，所以我已经在那想，手面浪向应该画点啥呢？后来记得夜到矿上去了，我就乱了屋里处理点公司里向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我几乎得里是早才想起，睡了这个一只小客厅里向，你经常在那一搭，对历史，对文学，对诗词，对艺术，这边这个人刚刚大学毕业，思路活跃，个性丰富，我得里几乎是符合不得。于此不困永清荣。大天进来一出，提点了广东外国，昆出命令何世昌、白云生送得来2张戏票，是请追来要到太太一道来赏光。哎呀，我是家务服了屋里，谁请杜少爷陪着太太一道来奔一个面子吧。既然这个一份邀请，我是欣喜撒光，因为我让父亲来高的辰光，随迷上之昆曲，雨有惊梦，是我顶顶欢喜的一出戏。搿日子大。我打扮诗集，下驴上马车，就归在弄女皮的车棚拉下来。花车棚香，您不觉得可惜吗？可惜什么？您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打扮的这样漂亮，又是难得出来透透气的，还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岂不是可惜吗？我虽然觉着你闲话当中有闲话，但是今不是还是点头答应着。啪！跳到马车浪向，马夫水里向抢个马鞭子，啪！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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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。这一路浪向是风光敷衍，引来是扶手的最美，但是谁多的目光。我心里想，各种市场、各种感觉，从来分预购的。到广东外国进包厢收店，台浪向相对顺气，门里哈啦一笑。今朝不是雨有惊梦，拿出来个蓝瑞星呢？哎，叫啥个蓝瑞星笑嘻嘻，水里向风姿水道，哈哈哈！公主周夫人妇孺东海，手臂南山，西上个目光盯老子包厢里向杀了啷口。我其实不知所措，外公爹来带着这边了老妈，哪桩事体家 ？Happy birthday！我心里想一眼，眼里喜叫我落来。我搞到最高10几年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做这样特别的生意。我心里想，释放出个感动得之温馨。台浪向真戏开场，这个2个角色一得栩栩人什么身份？我看的实在是吃感慨肺腑。回到屋里向，我前那里送给我这把豆手浪向，或是一个大丽娘，请你来跟我提2句诗。手面浪向个大丽娘，我得叫顶顶肉里让勾引试探，万一真是个才女。我还想送个福，侍女都浪向看出这里个内心世界。2家思索，一笔逻辑，4个字：寻寻觅觅。哦哟，晓得哈，喝水喝了后续，对呀。大丽娘口子了让上买单，其实你不算是了寻寻觅觅，寻觅自家的知己嘛。朗朗清清。哦，原来写的是松山女诗人李清在《声声妹》当中的名句。不过这个一句有点不大贴切，因为大丽娘虽如思忖，但是你并不冷清啊。那这边为的啥要用这个一句诗来配个复合呢？我看出这里个疑问，但是并不解释。一笔逻辑也是4个字：凄凄楚楚。哦，这个一刻我忽然明白着，原来了，这边的眼睛里向，我算是河浪向的大丽娘。对呀。我万一不算是一群那寻寻觅觅嘛！我高大最高10几年来，我尝尽这朗朗清清的滋味，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凄凄楚
小我再有2个字：亲。亲。对，都2朵眼泪滴答投手了。我浑身发僵，既不敢开口门，也不敢回头去看，一时头浪不晓得哪样去安慰你才。我万万分想着，想自家切3个追兵，竟然可推是我的心。从这个一刻开始，我忘记他追兵的身份，得知年龄，我努力视作知己。突然之间，我第二股生气哈啦，我里来入怀中，我拿自家对那个冲动、爱慕、动人，统统推到自己的门前。所以说啊，两高头神传之一个，不该神传个，也有。这一段回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到北京啊，到大学里面啊，到天津演出，还有到台湾呢，都对这一段的话说我们就是改得好。因为日语这个原著当中呢是没的，但是呢肯定有感到蛮新鲜，因为这个一部分呢，我们这个作家啦、创作的人员啦写得蛮精彩。那么观众们也特别的喜欢听，就是话剧里面没有的东西，而我们评弹里面把它挖掘出来的那些新的那个创作的故事。评这个伤病，三个拿追兵梦头里向海星子，要紧拿把手子去围不里。这把扇子，您还留着它干嘛？您烧了吧？不，这把扇子是我的生命，我要把它永远永远的留着。我是特水后花，心意空。你是阳光，清晰来自身哦。一出惊梦，梦花魂，声声美，始终这为了我。你关心我，爱护我，明白我，抚慰我，使我一命之非，幸福寿。非议呀，言你之差，你须的起，我是恨当初，坏当初，年少轻狂，太后都开弓那与为的计，
从不会当错。既如你眷恋我，岂能够抛弃我？离开你，所谓的红花也将空。我是朝朝死者上死，故愧惧深深，对不起从地狱家父。你最对不起的那公神，是你曾经言语过的痴梦。您疯了！你其他今生今世谁将他公公对对是其中懂。昔人是欲言后故，难道你非以母语死啊哥？你怎能够得别人责怪我？黄旗之家手来容体面，有人何必动歌？第一次听你是体面，告诉你最佳被谁误都告诉你。你需要后一路女来抵欧，是你弟弟最最他告诉我。非呀，我劝你交代怪事，来苦事送金玉，你走你的道，我走我的路，我们各言其他奔西东。我是什么路？是母亲的路，还是幸福的路？你究竟要我在哪条一个女人不能够受两代的欺负，送来日的放水日，是放水。生啊去，死之
浪商讨结婚的辰光呢，还是应该是避开生意。所以我专门去忙师傅的搿个一短短的话剧当中短短的一头戏呢，你拉长成功近于40分钟这样一回事。那么搿个里向充分来表示搿个专凭你从囊中痛苦，你要想回转来，要想从师傅的身浪向重新寻找到自我啊。说是专凭你决定到矿上去，你顶担心的谁是师傅？万一不能听见啥个闲话，你会得难想，你会得难做。师傅啊，师傅，你不能比啊！啥天那个天真，那个纯洁，是一位羊，是一位可以让我专凭重新做人的羊，你不能比啊！这个理想是一定有问题。好吧，不开就不开了。这是我有些话要想和你说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听呢？搿师傅哪说得来最哦？大少爷讲与闲话也是，搿专业的见么不能见，听总还听听个咯。大少爷，您有什么话您说，我听着呢。风，飞机这个到脑子里嗡。夜深风，我的爱，怪不得三家的死闹啥水，你都听那花是石头花的呀。我有满腹话儿要与你谈，夜深风，思不来，花在香，永远像梦是用心来。师傅啊，你我只不相离真切，手儿你心生与我好几杯，我爱你也来复议，心口也我爱你，小鸟一生是谁？你对我是否也相逢真悲？这滴滴恩情，我继兄为你太执着，我心就亏。只相爱后一亏，因为我不是你心中的君子。来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好，其实大少爷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呢。师傅虽然讲分读故事，但这个句闲话的分量里听得出。不，大少爷，您怎么会是罪人呢？别谈着大少爷，您说我听着呢。难生。像师傅讲起来，属于比较年纪轻、比较纯洁，有交关心思，这个不应该拿平台传统搿种非常烂口的闲话去表现的。所以呢，有交关物事，这个应该从讲解点搿个叫朗诵啊，把关于搿种影视方面的表演啊，应该讲解一点。我这样的大少爷真心欢喜我师傅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我师傅
有啥个资格追究哪个过去呢？大少爷，您别说了。不，我要说。不，您别说。不，你让我说。大少爷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以往的一切我都不计较的。搿个闲话懂啊？我事体师傅搿晓得哇。搿么师傅既然能晓得你啥体分门呢？懂了，懂，是因为欢喜自家，所以姑娘让背头宽容自家，理解自家，真是理解万岁。你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要打你讲，我也是要告诉你，风大少爷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和这个女子有了交往以后，我真是生不如死。有些话我说出来，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呢？信大少爷，您的话我都相信。相信？哼！你信口相信史高郎一句，还不能相信这边个杂志？芳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和这个女子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我是每天晚上我都要做梦。哦，每日夜里做梦都会想到我了。每个都是噩梦。我合上双眼，噩梦纷纷至，难得有几次道理这短短的，于是在一种仙人来使我学。他们是三世界的空神会，于是在家务上边手中刺，打得我遍体鳞伤血斑斑，于是我今生我来世遇，他在那黄土笼中快，所以这不是爱，这也不是情，这是债，是孽，是一生都还不清的债。我几次三番我想死，不，大少爷。但是我后来我分析，你还晓得为啥分析？为什么？谁是因为你？谁是因为你？是你把我狗杀的。你是谁间吹来的风，两岁岁实胸怀，不觉心中一扫阴霾。你多体贴好意味，像天使将我双手采，我走出我的头路，又带起来我的风啊！只要此生能与你私逢伴，永生永世我与你两相随。师父，你要相信我，原谅我当年的一念之差。我明天就走了，但是我的心会留在这儿。我总有一天会把你堂堂正正的领进周家，你要相信我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的个鱼越落越大，这个一番闲话了，反而是抖抖嗦嗦，听得相当的吃力。但是大概的意思你听懂了，一个字会。你按了自家所做的一切，你觉得对不起所有的人呢，包括你自家。
但是追兵啊，你再对不起个人，你却早死不地。你要想想我呢啊？你没有嘴良知，我毁了这个门得杀人的崔公公里，你也让我活来离杀啊！口口声声也想报他路人的痛苦，实际上那谁是为一个男人细心依据的本性来让心交口。那么我倒要看看师翁听我的这番说，会得有啥个反应呢？师翁真的感动，斗山牙刚也堂堂正正探我进门。虽然个句我曾经讲过记住，但是今朝听了耳朵鼓里，再杀人。斗山牙刚里是个罪人，一个人犯子错，我看承认自家有罪，这个要有几乎大的勇气，所以我反而觉着。那斗山也是天底下最好的汉人，想到挨打衙门的斗人发在地步忙去的，长血一把，可手长忙中啊的潘我，哎呀，你哪开得了那师翁啊？我知我，今天死也不开了，哪个气量能个到呢？哎，说是反义啊，女人的爱有两种，一种是拿对方仅仅扎了水的西都不放，还有一种呢？是以宽容的心，让对方过得更加舒畅，更加幸福。你属于现在呢？师翁谁属于后在？周兵看见敞开，激动啊！虽然窗板浪向打一打，啪跳到里向。大少爷，师傅，平放！可14岁是搿点佛萨克了，你想得到？不扎劲啊！没办法，只好嘴巴里向闹嘛，两个人紧紧相拥，像这样仓布开得实当当，范义跟过来连了仓跟水嘛，忙到里向就清清爽爽。过些辰光，范义个张面孔啊，就把里飞青嘛，青里绯红。第二回我演的这个樊姨是亲眼看到周平和四凤已经拥抱在一起，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受刺激的，是一个已经几乎要疯狂了的樊姨，所以我第二回的唱段比较激昂，是用王乐香调来唱的，所以唱到最后节奏非常的快，表现出他此时心里的一种愤怒啊，一种绝望啊，哪怕就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拼到底。你去想现在辰光的飞机啊，真正三个像二手没的想法，连那个雨堆里向一动不动。大雨倾盆雷龙刮风霹雳浑身冰凉，心痴的都红涌涌，都红涌涌。手心胸，他那里是心么么紧相拥，我这里急促促泪涌涌，这病后天地分两松。出两相公，除非谁来走，心相通，勾扎相逢，他们心更能用。黑
有苍天龙神配不公，他领你心水去，你立下死功不得，与两家不匆匆，只为一头相思话心难中。我的翻译一上去的话，就是那时候的翻译已经是自尊已经没有了。其实樊姨的高傲是非常突出的，她的那种秉性的那种自信，这种孤傲的那种性格，但是在最后一回书当中，把她荡然在求平的当中荡然无存了。刚刚师傅屋里向搿一首唱难为的打不开。难是难，万一难搿份情，我理解。但是难个情太自私，太怕人了。那方才啊，分明那是要我死啊！所以师傅呢，你随了让我最近再迷茫的辰光，你打开了搿一首唱，而是现在辰光我再回转去，我会想人的了。翻译，平，站在你面前的周平，不是3年前的周平，他不会，他绝不会带一个母亲私奔。不，我不是你的母亲，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。是的，这是你亲口说的。是我说的。你可以不是周朴园的妻子，可我是他的儿子。我走到天边，我依然是他的儿子。你懂，你什么都懂。你知道我真想说一句心里话。什么？我恨不得你去死。范姨，但现在辰光，真的小房子，彻彻底底的小房子。一个小房的女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让你胸口的有一盆火烧着起来。好，请你等一等。而且说了很绝情的一句话：我恨不得你死。那时候的樊姨是绝望了，
彻底的绝望了。然后他的绝望就是跟他的雷雨般的那种性格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就组成一段我们最后的戏的高潮，也就是我们话剧里面没有的，我们杜撰出来的。然后就是就是樊姨对3个男人，他生命中最主要的3个男人的3段唱，一个是周朴园，一个是周平，一个是周冲。那么周朴园的表达还是短短的一些个辰光，要拿周朴园搿个内心啊，搿个痛苦啊，周朴园也有伊个痛苦。你万万是分享到自家苦心经营的家庭，居然或者是这样一群人辣背后头辣弄事体，所以很不理解，也是非常痛苦的。抓紧搿一个机会，所以我的搿个辰光设施啊，我啊，就是讲有一点那个张狂的搿个一个味道，是个非常愤怒的搿一个味道，但前头一个追评引起了蛮大的反差。别奇怪，也别生气，今天我什么都会告诉你的。母子相离，岁岁你心，一呀恩情深情。你像范云那垃圾个，当时实讲许多人的没讲搿句闲话，那么手对的上种样子，你叫我和三姨哪样谈法子呢？噻？你呀问我范姨有什么忧郁缺？我以来从不贴真心，忙一不够爹死意，君意有人没眼听，可有啊我范姨，非是你笼中娘，他乃是开的爱里一红衣，多少年我失手飞鸟一望远，多少年不说冷白我都是你，谁知讲你是家呀，我是眼光移动婴儿披在嘴角，这里的窗儿不睁开，那里的家具不许提在嘴角，一举一动虽不容易，一言也虚里，说是为非不地地，你在扇我风光，扇我地，我做人为与啥争议？错了，错了，都错了，我进错了门，你说错了意，这些8年来我是受尽。莫过于心意
这件事给说出来，可是我没勇气。但我今天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平，走遍了浪行，啥地方有个地洞让我走一走？你别害怕，樊姨还是以前的樊姨，她喜欢听你说话，喜欢听你念书。我只想听你打你的曲，你是这家门卫，别一种提示花美酒当司令，听你是我不是你的预谋，是你的心，听你是西巴父亲在是父娃子，听你是即使米人之岁，你得谁背起你的对垒，看着我在十月为当你信誓旦旦的非服役。你这虚情假意的对象，喂，你害怕了，你后悔了，你没资格后悔，后悔的是樊姨，她为此情神经的那几下，这还是谁们望对天，我这个一部心爱的豆手嘣一蹦后化为灰烬，所以从随便那听服下去，妈妈，求求你别说了，这也是妈妈心事泪以后都惊开不清，虫儿在哪里？妈妈，儿子替死娘死归，我害得你一天恩怨，压心的我害得你苦度人生不遇见，这一天家笼着你几十年，我不替你父亲，不替你兄，分心于鬼多妻，对不起虫儿。
起虫儿，我也是让飞只是面对家儿去难。那在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对于这个一部作品微微的继续去细细的去打磨，去提改啊，整体呢就是说，拿这个经典真正能够比较完美的、比较全面的来展示给他听众。今年2010年呢是单于先生的100周年的诞辰，所以你这个一次呢，应该讲平台搿类语中篇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应该讲是第一档。那让上个世纪的20年代，天津豫场特别是知人心最叫最破语。今年松山气宇轩昂，李个太太叫费玉，粉型而漂亮，比追婆有也年轻20岁，里头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周平，今年28岁；一个叫周聪，今年17岁；一个东吴大学已经毕业，一个为了读中学。大儿子周平不是费玉所生，小儿子周聪但是费玉的亲生。我有2个小奴，小人斯文，真是为神见神爱。这个一家4口，如果拍一张合家欢，照片的上头可以写这样一句闲话：再有谋，再有实际的家庭。中篇平台类语，伊是历久拿单于先生牛志里向的一种精神，牛志里对人物的一种解读、刻画，尤其是单于先生辣类语的序里向所写上的这个一系列人物，你心目当中类语的一些人物。第一回书我们是有一段是闪回，其实我们书台上这个也是从来没有的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新的尝试，就是周平跟樊姨2个人回忆以前3年之前怎么会去越雷池，怎么会2人会水乳交融走到了一起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因为话剧里面有一把弹扇是他们的道具，但是我们呢，在这把弹扇上呢，就做了很大的文章。我们就安排这把弹扇是周平送给樊姨的，而在这把弹扇上，那个樊姨作画，周平填词，他们的合作的一把弹扇，所以樊姨是非常喜欢的，一直手不离扇的。最近我感到你有点不一样，好几次都在回避我。做你的翻译啊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难为不懂。我也跳出这个是非圈，当然我也想过，大内翻译跳
跳出这个老路，但是我嘴边，我离开子最怕有这个三个字。我说啥？我没经济，没事业，我大多数为了寸步难行，所以我对牙是特子服从，为是服从。我那让未必。最近我一直没有见你，我想你很明白。我明白。停，坐。哦不，我很好。注意的讲海话辰光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不像是我来。你坐吧。哎，是我来个打开，好像一个不当心，这把手指啪的在地上。夏医生，一口没把手指砰塞起来，对手面朗向一口，唰，都是个张面孔。长得羞羞红，其实这个一把手指是寓意投下去的，那个反应，非遗看得清清爽爽。停，这把扇子你不会忘吧？难会得忘记，因为我跟你之间的头信，随时从这把手指浪向开始。3年前。我大学毕业回到天津，特为买子一把投手送给你作为见面礼。我当时记得还辣盖只客厅，我记得你身浪向还是扎个件红绿颜色的旗袍。接下来拿把投手打接过去，望准胸口的一跃，对准自我微微一笑，漂亮。漂亮到了三股像一幅油画啊！这个一把投手是就是个手面上昂的柄，我顶顶欢喜里的是一把手面手，留不那一个空间，所以我已经在想，手面浪向应该画点啥呢？后来记得夜到矿上去了，我就乱了屋里处理点公司里向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我几乎得里是早才想起，睡了这个一只小客厅里向，你经常在那一打。对历史，对文学，对诗词，对艺术，这边这个人刚刚大学毕业，思路活跃，个性丰富，我得里几乎是符合不得。于此，不困永清荣。到天津来一出，地点了广东外国，昆曲名伶何世昌、白云生送得来2张戏票，是请追了要到太太一道来赏光。哎呀，我是家务服了屋里。谁请杜少爷陪着太太一道来奔你个面子吧？既然这个一份邀请，我是欣喜撒光，因为我辣让父亲来高的辰光，随迷上之昆曲《雨有惊梦》是我顶顶欢喜的一出戏。搿日子大，我打扮诗词，下驴上马车，随归在弄女皮的车棚拉下来。哗，车棚响，您不觉得可惜吗？可惜什么？您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打扮的这样漂亮，又是难得出来透透气的，还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岂不是可惜吗？我虽然觉着你闲话当中有闲话，但是今不是还是点头答应着。啪，跳到马车浪向，马夫水里向抢个马鞭子，啪！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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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路浪向是风光富艳，引来是扶手的最美，但是谁多个目光。我心里想，各种市场、各种感觉，从来分遇过的。到广东外国进包厢收店，台浪向相对顺气，门里哈啦一笑。今朝不是雨有惊梦，拿出来个蓝瑞信呢？哎，叫啥个蓝瑞信笑嘻嘻，水里向风姿随道。哈哈哈！公主、周夫人妇孺东海，手比南山。谁让个目光盯老子包厢里向杀了啷口？我其实不知所措，外公弟来带着这边了老妈，哪桩事体家 ？Happy birthday！ 我心里想一念，眼里细叫不落来。
我搞到这讲10几年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做这样特别的生意，我心里想说不出个感动得之温馨。台浪向珍惜开场，这个2个角色一得栩栩人什么身份？我看得实在是只感慨肺腑。回到屋里向，我前两里送给我这部投手浪向，或是一个大丽娘，请你来跟我提2句诗。手面浪向个大丽娘，我得叫丁丁玉里让孤影自叹，反以真是个才女。我还想送个福，仕女都浪向看出这里个内心世界。2家思索，一笔逻辑，4个字：寻寻觅觅。哦哟，晓得哈，好水喊了后续，对呀、大丽娘看是了上买单，其实你不全是了寻寻觅觅寻觅自家的知己嘛。朗朗清清，在那一个女人不能够受2代的欺负，送来日的放水日，是放水。生啊去，是之梦，是这梦，是这梦。辣辣商讨结婚的辰光呢，也是应该是避开生意。所以拿周平去忙师傅的搿个一短短的话剧当中短短的一头戏呢，你拉长成功近40分钟这样一回事。那么搿个里向充分来表示搿个周平里种难种痛苦，里要想回转来，要想从师傅的身浪向重新寻找到自我啊。说是周平里决定到矿浪去的顶担心的。谁是师傅？万一不能听见啥个闲话，你会得难想，你会得难做。师傅啊，师傅，你不能变啊！啥天，那个天真，那个纯洁，是一位羊，是一位可以让我周平重新做人的羊，你不能变啊！这个理想是一定有问题。好吧，不开就不开了。这是我有些话要想和你说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听呢？搿师傅哪说得你罪哦？头上要讲与闲话也是，搿专业的节目不能见，听总还听听个喽。大少爷，您有什么话您说，我听着呢。风，飞机走过到脑子里，夜深风，我的爱，怪不得三家的死闹杀水，你都听那花是石头花的呀。我有满腹花儿要与你待，夜深风，
替我直播乡里真切，数儿你心生与我好期待，我爱你也来复议心。哦，原来写的是嵩山女诗人李清在《声声妹》当中的名句。不过这个一句有点不大贴切，因为大丽娘虽如思春，但是你并不冷清啊。那这边为的啥要用这个一句诗来配合复活呢？我看出这里的疑问，但是并不解释。一笔落去也是4个字：凄凄楚楚。哦，这个一刻我忽然明白了。原来了，这边的眼睛里向，我算是河浪向的大丽娘。对呀，我万一不就是一经了心心绵绵嘛。我高大最高10几年来，我上阵子朗朗清清的滋味，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凄凄楚楚。小再有2个字：亲亲。对，都2朵眼里滴答投手了。我浑身发僵，既不敢开口门，也不敢回头去看，一时头浪不晓得哪样去安慰你才。我万万分想着，想自家73个追兵，正如可推是我的心。从这个一刻开始，我忘记他追兵的身份，得知年龄，我努力视作知己。突然之间，我调过身去，哈啦，我里来入怀中。我拿自家对里的冲动、爱慕、动人，统统推到这里的门前。所以说啊，两高头神传之一个，不该神传的，也有。这一段回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到北京啊，到大学里面啊，到天津演出，还有到台湾呢，都对这一段的话说我们就是改得好。因为日语这个原著当中呢是没的，但是呢肯定有感到蛮新鲜，因为这个一部分呢，我们这个作家啦、创作的人员啦写得蛮精彩。那么观众们也特别的喜欢听，就是话剧里面没有的东西，而我们评弹里面把它挖掘出来的那些新的那个创作的故事。评这个一生病，三个拿追兵梦头里向海星子，要紧侬把手子去回不里。这把扇子，您还留着它干嘛？您烧了吧？不，这把扇子是我的生命，我要把它永远永远的留着。我是特水后花，心意空。你是阳光，清晰来自身哦。一出惊梦，梦花魂，声声妹始终这位。
怀当初年少轻狂，太后都开宫那一位的计，我非议终不会答错。记住你举了我，岂能够抛弃我？离开你，所谓的红花也将空。我是朝朝死者上死故，愧惧深深，对不起从地狱家父。你最对不起的那公神，是你曾经言语过的痴梦。您疯了！你其他今生今世谁将他孤孤单单是其中道。昔人是欲言后故，难道你非以母语死啊故？你怎能够得别人责怪我？况且这家素来容体面，有人何必动歌？第一次听你是体面，告诉你最佳被谁我都告诉你。你需要后一路女来抵哦，是你弟弟最最他告诉我。非呀，我劝你交代怪事，来苦是宋金玉，你走你的道，我走我的路，我们各言其他奔西东。我是什么路？是母亲的路，还是幸福的路？你究竟呀？辈子太太一道来，奔你个面子吧。先生，这个一份眼睛，我是欣喜撒光。因为我辣让父亲来高的辰光，随面上之恳求，与有惊梦，是我顶顶欢喜的一出戏。搿日子大，我打扮诗词，下驴上马车，就归在侬女婢的车棚拉下来。花车棚香，您不觉得可惜吗？可惜什么？你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打扮得这样漂亮，又是难得出来透透气的，还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岂不是可惜吗？我虽然觉着你闲话当中有闲话，但是今不是还是点头答应着。啪！跳到马车浪向，马夫水里向抢个马鞭子，啪！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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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。这一路浪向是风光敷衍，引来自扶手的赞美，但是谁多的目光。我心里想，各种视察，各种感觉，从来分预过的。
得广东卫国军包厢收定，台郎乡相对生气，门里哈啦一笑。今朝不是雨有惊梦，拿出来个烂瑞信呢？哎，叫啥个烂瑞信笑嘻嘻，水里向风姿水道，哈哈哈！公主周夫人赴入东海，手臂南山，西上个目光盯老子包厢里向杀了啷口。其实不知所措，外公爹来带着这病了老妈，哪桩事体家 ？Happy birthday！我心里想一念，眼里先叫我落来。我搞到最高10几年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做这样特别的生意。我心里想，释放出个感动得之温馨。台郎想珍惜开场，这个两个角色一得虚虚人什么身份？我看得实在是吃感慨肺气。回到屋里向，我前两年送给我这部投手浪向，或是一个大丽娘，请你来跟我提两句诗。手面浪向个大丽娘，我得叫顶顶肉里让孤影自叹，反以真是个才女。我还想送个福，侍女都浪向看出这里个内心世界，两家思索，一笔逻辑，4个字：寻寻觅觅。哦哟，晓得哈，好水喊了后续，对呀。大丽娘口子了让上买单，其实你不算是让寻寻觅觅寻觅自家的知己嘛。朗朗清清。哦，原来写的是松山女诗人李清在《声声妹》当中的名句。不过这个一句有点不大贴切，因为大丽娘虽如思春，但是你并不冷清啊。那这边为的啥要用这个一句诗来配个复活呢？我看出这里一个疑问，但是并不解释。一笔逻辑也是4个字：凄凄楚楚。哦，这个一刻我忽然明白了。原来了，这边的眼睛里向，我算是河浪向的大丽娘。对呀。我反而不算是一进了寻寻觅觅嘛！我搞到最高10几年来，我尝尽是朗朗清清的滋味，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凄凄楚楚。小再有2个字：清清。对，多2朵眼泪滴答投手了。我浑身发僵，既不敢开门，也不敢回头去看，一时对浪不晓得哪样去安慰你才。我反反分想着，想自家切3个追兵，正如可推是我的心。从这个一刻开始，我忘记他追兵的身份，得知年龄，我努力视作知己。突然之间，我第2股生气，哈啦！我里来入怀中，我拿自家对你的冲动、爱慕、动情，统统推到这里个门前。所以说啊，两高头神瑞之一个，不该神瑞个，也有。这一段回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到北京啊，到大学里面啊，到天津演出，还有到台湾呢，都对这一段的话说我们就是改得好。因为日语这个原著当中呢是没的，但是呢肯定有感到蛮新鲜，因为这个一部分呢，我们这个作家啦、创作的人员啦写得蛮精彩。那么观众们也特别的喜欢听，就是话剧里面没有的东西，而我们评弹里面把它挖掘出来的那些新的那个创作的故事。评这个伤病，三个拿追兵梦头里向海星子，要紧侬把手子去围不里。这把扇子，您还留着它干嘛？您
烧了吧。不，这把扇子是我的生命，我要把它永远永远的留着。我是特水后花。我也是要告诉你，风大少爷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和这个女子有了交往以后，我真是生不如死。有些话我说出来，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呢？信大少爷，您的话我都相信。相信？哼！你信口相信史高拉语句，还不能相信这边个杂志。风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和这个女子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我是每天晚上我都要做梦。哦，每日夜里做梦都会想到我了。每个都是噩梦。我合上双眼，噩梦纷纷至，难得有几次道理这短短的，于是在一种仙人来使我学。他们是三世界的空神会，于是在即家务上边手中刺，打得我遍体鳞伤血斑斑，于是在我今生我来世遇，他在那黄土笼中快，所以这不是爱，这也不是情，这是债，是孽，是一生都还不清的债。我几次再非我相信，不，大少爷。但是我后来我分析，那些都为啥分析？为什么？谁是因为你？谁是因为你？是你把我狗杀的。你是谁家吹来的风？两岁岁十胸怀，不觉心中一扫烟霾。你多体贴好意味，像天使将我双手采，我走出我的对路，又带起来我的风啊！只要此生能与你似凤般永生永世，我与你两相随。师父，你要相信我，原谅我当年的一念之差。我明天就走了，但是我的心会留在这儿。我总有一天会把你堂堂正正的领进周家，你要相信我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的个鱼越落越大，这个一番闲话了，反而是抖抖嗦嗦，听得相当的吃力。但是大概的意思你听懂了，一个字会。你按了自家所做的一切，你觉得对不起所有的人呢，包括你自家。但是追兵啊，你再对不起个人，你却早死不及。你要想想我呢啊，你没有这良知，我毁了这个
人的嘴公骨里，那个让我活来绿色啊！口口声声也想报他路人的痛苦，实际上想那谁是为一个男人细心依据的本性来让心交口。那么我大家看看师翁听我里个番说，会得有啥个反应呢？师翁真的感动，头上要讲也堂堂正正探我进门。虽然个句我曾经讲过记住，但是今朝听了耳朵鼓里，再杀人。头上要讲的是个罪人，一个人犯子错误，看承认自家有罪，这个要有这么大的勇气，所以我反而觉着。那头上要是天底下最好的汉人，想到挨打衙门的斗人发在地步忙去的，长线一把叫手长忙中啊的潘我，哎呀，你哪开得了那师翁啊？我知我，今天死也不开了，那个气量能个到呢？哎，说是反义啊，女人的爱有两种，一种是拿对方仅仅遭了谁的死都不放，还有一种呢？是以宽容的心，让对方过得更加舒畅、更加幸福。你属于现在呢？师翁谁属于后在？周平看见敞开，激动啊！虽然窗板浪向打一打，啪跳到里向，大少爷，师傅，皮放！搿14岁是搿点佛萨克了，你想得到？不抓紧了。没办法，只好嘴巴里向闹嘛，两个人紧紧相拥，像这样仓不开得实当当，反义跟过来连了仓跟水嘛，忙得里向去清清爽爽。搿些辰光反义搿张面孔啊，叫百里飞青嘛，青里飞红。第二回我演的这个樊姨。今年2010年呢是单于先生的100周年的诞辰，所以你爱的一次呢，应该讲平台搿样来语，中篇这样的一个形式，应该讲是第一档。那让上个世纪的20年代，天津遇上特别日，知人心追叫追破雨。今年松山气宇轩昂，你的太太叫范姨，文静而漂亮，比追婆有也年轻20岁，你都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周平，今年28岁；一个叫周聪，今年17岁；一个东吴大学已经毕业，一个为了读中学。大儿子周平不是范姨所生，小儿子周聪但是范姨的亲生。我有2个小奴，小人斯文，正是为神见神爱。这个一家4口，如果拍一张合家欢，照片的上头可以写这样一句闲话：再有谋，再有实际的家庭。中篇平台来语，伊是列举拿单于先生牛志里向的一种精神，牛志里对人物的一种解读、刻画。尤其是单于先生来语的序里向所写上的这个一系列人物，你心目当中来语的一些人物。第一回书我们是有一段是闪回，其实我们书台上这个也是从来没有的，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新的尝试，就是周平跟樊姨2个人回忆以前3年之前怎么会去越雷池，怎么会2人会水乳交融走到了一起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因为话剧里面有一把弹扇是他们的道具，但是我们呢在这把弹扇上呢就做了很大的文章。
我们就安排这把弹扇是周平送给樊姨的，而在这把弹扇上，那个樊姨作画，周平填词，他们的合作的一把弹扇，所以樊姨是非常喜欢的，一直手不离扇的。最近我感到你有点不一样，好几次都在回避我。做你的翻译啊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难为不懂。我也跳出这个是非圈，当然我也想过大难翻译跳出这个牢笼，但是我追病，我离开只最怕有这个3个字。我受伤，我没经济，没事业，我大多数为让寸步难行，所以我对牙使特子服从。为是服从，我来让回避。最近我一直没有见你，我想你很明白。我明白，平，坐。哦不，我很好。做你的刚海我辰光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不像是我来。你坐吧。哎。十五来个打开，好像一个不当心，这把手指啪的在地上。夏医生，一口没把手指砰，拾起来，对手面朗向一口，唰，都是个张面孔，长得羞羞红。其实这个一把手指是寓意的下去的，那个反应，反应看得清清爽爽。平，这把扇子。你不会忘吧？难会得忘记，因为我跟你之间的头信，随时从这把手指浪向开始。3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回到天津，特为买子一把投手送给你作为见面礼。我当时记得，还辣盖只客厅，我记得你身浪向还是扎个件红绿颜色的旗袍。接下来拿把投手打接过去，望准胸口的一跃，对准自我微微一笑，漂亮啊，漂亮到了3个像一幅油画啊！这个一把投手是90个手面上昂的兵，我顶顶欢喜里的字是一把手面手，留不那一个空间，所以我已经在想。手面浪向应该画点啥呢？后来记得夜到晃上去了，我就乱了屋里处理点公司里向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我几乎得里是早才想起，睡了这个一只小客厅里向，你经常辣一沓对历史、对文学、对诗词、对艺术，追兵这个人刚刚大学毕业，思路活跃，个性丰富，我得里几乎是符合不得。于此。不困永清荣，大天津来一出，弟弟了广东外国，昆出命令何世昌、白云生送得来2张戏票，是请追来要到太太一道来赏光。哎呀，我是家务夫了屋里，谁请董事呀？生啊去，是之梦，是这梦。是这梦。辣辣商讨结婚的辰光呢，还是应该是避开生意。所以拿周平去忙书房的搿个一短短的话剧当中短短的一头戏呢，你拉长成功，仅40分钟这样一回事。那么搿个里向充分来
表示搿个追病，你从囊中痛苦，你要想回转来，要想从师傅的身浪向重新寻找到自我啊。说是追病，你决定到矿上去，你顶担心的谁是师傅？万一不能听见啥个闲话，你会得难想，你会得难做。师傅啊，师傅，你不能比啊！啥天？那个天真，那个纯洁，是一味药，是一味可以让我追病重新做人的药，你不能比啊！这个理想是一定有问题。好吧，不开就不开了。这是我有些话要想和你说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听呢？搿师傅哪说得你罪哦？大少爷讲与闲话也是，搿专业的节目不能接，听总还听听个咯。大少爷，您有什么话您说，我听着呢。风，飞机走过到脑子里，夜深风，我的爱，怪不得三家的死闹啥水，你都听那花是石头花的呀。我有满腹话儿要与你谈，夜深风，思不来，花在香，永远像梦是用心来。师傅啊，你我只不相离真切，手儿你心生与我好几倍，我爱你也来复议，心口也我爱你，小鸟一生死睡。你对我是否也相逢真悲？这滴滴恩情，我继续为你太执着，我心就亏。只想爱后一亏，因为我不是你心中的君子。来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好，其实大少爷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呢。师傅虽然讲分读故事，但这个句闲话的分量里听得出。不，大少爷，您怎么会是罪人呢？别谈着，大少爷，您说我听着呢。难生。像师傅讲起来，属于比较年纪轻、比较纯洁，有交关心思，这个不应该拿平台传统搿种非常烂口的闲话去表现的。所以呢，有交关物事，这个应该从讲解点搿个人家朗诵啊，把关于搿种影视方面的表演啊，应该讲解一点。我这一年都是要真心欢喜我师傅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我师傅有啥个资格追究哪个过去呢？大少爷，您别说了。不，我要说。不，您别说。不，你让我不，说。大少爷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以往的一切我都不计较的。
搿个闲话懂啊？我事体师傅搿晓得哇。搿么师傅既然能晓得你啥体分门呢？懂了，懂，是因为欢喜自家，所以姑娘让背头宽容自家，理解自家，真是理解万岁。你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要打你讲。心意空，你是阳光，清晰来自身。你须的起，我是恨当初，悔当初，年少轻狂，太后都开弓，那一位的计，我非议，终不会当错。记住你举了我，岂能够抛弃我？离开你，所谓的红花也将空。我是朝朝死这上死，故愧惧深深，对不起从地狱家父。你最对不起的那公神，是你曾经言语过的痴梦。您疯了！你其他今生今世，也必真。你不能计量新世纪，谁将他公对对是其中都。昔人是欲引后故，难道你非以母于死阿哥？你怎能够得
得别人责怪我，黄起之家素来从体面，有人何必动歌？第一次听你说体面，告诉你最佳被谁我都告诉你，你是一部私生子，你需要后一路女来抵欧，是你弟弟最他告诉我。非议啊，我劝你交代怪事，来苦事送金女，你走你的道，我走我的路，我们各人其他奔西东。我是什么路？是母亲的路，还是幸福的路？你究竟要我在哪条路？一个女人不能够受两代的欺负。送来日的放